好，YouTube 我係 Eason。嗱，過期要介紹翻個 iPad，同晚數過嗱個 iPad，上年嘅 iPadOS 26咪好所謂嘅功能，就可以寬屏。唔買 iPad 還裝咩嚇？iPad 簡直係好用好牛靚。依份 OK，把 iPhone 我插人就值得囤積我把 iPad，所以未醒啊乜乜咁都可以上哦嚇。靚依個 iPad 要薄係嘛？係所有 Apple 嘅產品對薄係把 iPad，連部 iPod Nano 都唔夠佢薄。歷史以來最薄嘅 Apple 產品就係 iPad Pro，最靚嘅部 M5 嘅。所以呢，全世界 Apple 係最好用嘅硬件產品，包括手機、平板、Android，沒有之一。唔係幫 Apple 賣廣告啊！我自己用過，認為好用啊。Apple Watch 可以解鎖部 MacBook 啊！你嘅 Apple Watch 如果係鎖嘅話，我把 iPhone 出嚟一解鎖把 iPhone，要連嘅 Apple Watch 一齊解鎖個，簡直係好用牛靚。好，拜拜，下期見。follow 我所有我 social media，拜拜。